台湾民众讲英语的能力，是毋是就是等于国家的竞争力呢？2018年，行政院通过2030双语国家的政策，为各小教大学总共投入的经费725亿，希望提升到台湾人的英语能力，加强国际竞争力。这个政策实施5年了，成效如何呢？采访团队的追踪，因为师资无够，英语教学出现着城乡的落差。在教学的第一现场，嘛出现着不少的乱象。有学者来形容，各地方政府的英语教育都袂输是咧做军备的竞赛同款，甚至伫大学，佫出现着汉学甲微积分采用全英语来教课的状况。问题是，安尼教学模式敢有适合？老师的教学能力是毋是有够？学生佫是毋是听有？最后是毋是会变做双头无前拗，专业甲语言往学无起来呢？失速的双语列车来看咱的追踪报道。What are they doing? They are playing. 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孩子可以在生活当中使用英文，这本来就是我们双语课程很重要的一个目标。We have some glue. 如果当学校没有准备好在做的时候，伤害最大的绝对是学生跟老师。Yes, so we use this function. 学语教学，它对学生是有帮助的。把我们的教学改成全部用英文，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改变。So let's take a look at page 34. Page 34, box B. We have. Did everyone check your paper? Did you got one orange paper? 伫民族公社的走廊，为教室传出来上课声音。无论是老师也是学生，全部拢在讲英语。你们现在有哪些课是讲双语用英文上的？体育、健康、双人体育、音乐、双人美劳，用英文说话，有时候也会用中文说。有一些听得懂，有一些听不懂。My name is Christine Lambe. I love you guys. My name is Jaden. I'm 10 years old. 5年前，我们就参与了教育部的一个前导课程。目前我们是1、2年级有1/3的课程是用双语来授课哈。那其他4到6年级，我们除了英文课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是英语融入的课程。老师用全英语上课，其实孩子都可以听得懂。越来越多的孩子他可以用英文来回答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创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让孩子可以在生活当中使用英文，这本来就是我们双语课程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进入台北市万华国中，教室内底当咧进行的是双语家政课。Interfacing. OK. 共衬的类型非常的多种。非常好吃 ，very delicious and very。生活类型的课程加入英语，和较早用国语上课无共款。听力的部分有进步，可能聊天的时候就突然蹦出些英文。像家政，老师有时候会用英文讲解一些食谱的步骤。教育部参国发会的双语政策计划书，政府伫110年到113年以来投入125亿，目标伫2030年打造台湾成做双语的国家。要求2024年全台高中、国中甲国小要有60派学校实施全英语教学的英语课。2030年全台高中以下3883间学校达到100%全英语教授的英语课。安尼目标，命令来到地方的教育局率演变成组织的比赛。上面已经定了政策，底下就是一直被压迫要去执行，而且它产生很严重的军备竞赛。比如说行政院讲2030年，那我们台北市是首都，就说我2026，教育局他只好去压迫各个学校说，你们赶快跟上。我觉得教育已经弄到自欺欺人了，对，这个不是教育的核心的价值，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一堆乱象，有可能各个科目的弱化，不应该把孩子当成一个
实验品。担任专教中文宣布主任的刘德水，有20年以上的教育经验，伊提出警告，其他教育界专家嘛拢有同款的想法。苏大教育系教授林祖斌兼任教育部高中小双语教学计划主持人，伊讲，太过重视 KPI， 会失去掉老师传授学习的教育本质。KPI 它不是坏事，它是一个手段，但你不要把它当做最终的目的。当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县市局处，他们在讲的时候都说我这里有多少间双语学校，看的是数量。如果当学校没有准备好在做的时候，我觉得伤害最大的绝对是学生跟老师。目前我觉得在国中小这绝对是很大的问题。也会有老师他就是你有人来看的时候我做啊。但是你没有来的时候，我就讲中文。虽然教育部双语政策目标是2030年，严格伫台北市双语教育白皮书内底，按算2026年，达成所有公立高中小学拢总转做双语课程的学校，硬要比中央提早4档，互学者因是真烦恼。考教甄的时候，国文老师，然后要用英文考，还要用英文面试。未来要教的是国文，因为他强调双语教学，强调老师用英文上体育，到底是在体育课学英文，还是用英文要教体育？我觉得有一点本末倒置了。地方的老师觉得双语教育是全英语授课的时候，老师当然会害怕啊。很多学生可能来学校，本来用中文上家政课，用中文上童军课，他很开心。盲目的用很多很难的英文给学生，学生一定会对这个课没兴趣啊。那你想，当学生听不懂的时候，他语言不一定进步，但是他学科又被牺牲了，因为他听不懂老师学科教学的内容啊。在这波势在必行的双语政策之下，学生啊对学科兴趣是不是会无起？老师的教学热情又搁是不是会当着挫败？在咧教育部网站内底有规定，无论是国民小学或者是国高中的老师，拢爱有 CEFR B2 的等级，或者是以上的英语能力。CEFR 是语言能力参考的指标 ，B2 属于高阶级，相当是多益785分以上，全面应检的上高级。B2 我觉得以我来说是蛮高的哦。那你今天要求教音乐的老师、教体育的老师，他要有这种英语系毕业的程度。那我们有多少老师有这样子的能力？有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说，当初其实是有很好的研究，设定这样一个 B2 的语言能力标准，是一个双语学科老师适当的标准？如果今天这个老师有 B2 的语言程度，并不代表他能够用英语教他的学科，这还是两件事情哦。语言程度绝对是很多老师要不要做双语被卡关的第一个地方。有25档教学经验的体育老师顶准，讲到双语教学的备课过程，会用来讲你要把过去累积的教学经验浮调进来。困难重重啊，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开始做的嘛，所以之前都没有人做过，没有同领域的老师能够去共同去备课。我现在讲中文，那突然要切到英文，切到英文完之后又立刻要回到中文，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难掌握的。英文这样去进行教学嘛，所以没有考量到学生他的吸收的程度。会造成说整节课都在讲英文，学生又听不懂，他自然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排斥。所以有学生会有觉得说，老师你自己英文好像也没有讲得多好，然后在那边融入双语，刚开始也会有那种心态上的玻璃心。这么多的科目大家都要弄双语，其实是会有蛮大的压力。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制度也蛮严格的，又要到 B2， 已经是多益将近就是金色证书。很多老师已经太久没有碰英文，然后太久没有去好好的坐下来考试，然后突然有这层压力，其实我觉得会造成现职老师蛮多不同的声音。如果你们孩子这边已经会有，可以从这边开始。教师排到各种的压力，上精认可提升双语教学的能力，打拼摕到B2的认证，当爱到教室爱到互学生啊质疑。严格教育部的规划，从来都无要求双语的教师爱有 B2的证明。我们并没有要求我们参与那个双语实验教育的老师要达到 B2 的等级，建议说 B1 以上的等级的老师来参与，那会更好。到了2030年至少会有15000名的双语教师，达成3883小学校有一个双语教学人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在国小校园里面可以看到各种英文单字和英文标语，因为教育部推动双语政策，要在校园里面打造全英语的教学环境。只是双语和外籍师资在都会区的学校还有待补足，那么在偏乡学校呢？其实偏乡老师就不好找了啦。好的工作当然，那希望在市区生活机能比较方便，但是在偏乡交通就是一大问题。相较于都会区啦，偏乡要寻找适合的师资，是会比较不容易的。Hello. Hey, good morning. What's wrong? How's the weather today? It's cloudy. Okay, is it cold? 新北市的万里国小是偏乡的小学之一，配合新北市教育局的双语政策，学校内底有一个为美国来的外籍教师，负责专校双语的英语课。Small J， 正 J，Yes。Good job. OK， 第一年很辛苦，我觉得对外师很辛苦，然后对我们自己也很辛苦。协同教学跟你自己教学不一样，他们其实是没有师资训练的背景，所以他来到的第一现场，我们就是手把手的教学。所以外师他会分别要去跟不同的英语老师去做备课。我们这学区里面其实是没有英语补习班的，他学英文的时间就是学校2节或3节课，所以他也没有机会复习。会有一个状况是他可能学了就忘了。在台北市的蛋黄区的国中可以操作的，你拿到花莲市的国中可能就没有办法操作，因为学生的程度跟整个的那个脉络是不同。那我某种程度要先解决偏乡目前的问题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外师，你在学校可能要跟3、4个领域的老师合作，你会不会错乱？体育老师跟外师共备的时候，还要有一个英文老师帮忙。那为什么我不是本国籍的英文老师跟我体育老师来共备，2个一起上就好了？如果这个体育老师不需要英文老师协助，他可以跟这个外师共备，那我自己来双语授课就好了，代表英文程度还不错，我讲到外国人都听得懂我这几节课要教什么，那我为什么不能自己教我的学生？双语政策的列车向2030出发，只是剩无到10天的时间。这台列车是按照路线向前开，又或者是失控超速一直冲。敢会有更较侪老师甲囡仔对袂着速度，变成是实验之下的牺牲品。紧急的难题需要社会关注思考。上课时间一到，港台顶大学3年学生正在进行团体报告。From my opinion, I think maybe combine two strategies together will be the. 那台湾的同学，各位新加坡来的学生啊，用英文来做每一个国家水资源政策的简报。Many countries should join together to do the job, not only Taiwan or not only Singapore itself. 教课的是政治系副教授陈立功，嘛是用英语来讲评。这节课是东吴大学政治系开设的全球公共政策学科。主题我蛮有兴趣的，对，就是全球化，然后也刚好是全英文授课，因为我本身自己对语文就很有兴趣，然后也很想尝试全英文授课的环境。程度变得非常好。透过这堂课，你需要去发表，你需要去和同学做对话，那其实你的英文在无形当中就会进步。Resilience. Okay. Do you know that word? Resilience. 2013年，陈立功带头开设全球公共政策的 EMI 课程。EMI 就是伫母语唔是英语的国家，用英语来做主要语言甲学科课程。伊想要带学生啊走向国际，也唔过学生啊甘袂接受。准备了1、2年的时间，因为你到底要讲什么主题，好，那内容是什么？那本身的语言的训练方面，你要又重新要warm up，那重新要加强。当时就是孤军作战，很多教学的一些 pedagogy 方法都要自己去学，线上学。2013、2014开始做这样英文教学的工作，那时候是觉得说，它对学生是有帮助的。一开始学生人数都不多，能不能开成课那个边缘？这学期将近45个，我记得是43个同学，算蛮多的。将近10年的时间，陈立功用国际通用语言英语来教课，突破国籍加族群，让外籍的学生啊买当上课。They were saying Singapore was really proud about this. Like there is a lot of waste. Like they don't have the
Considering my level in Chinese, I chose English lessons only. The method of teaching is very nice, yeah, and enabling us students to be able to, for me, to be able to discuss with Taiwanese students, but also having this program with Singaporean students is also very interesting. 台湾的学生基本上留学或游学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样的一个落差必须要填补起来。用这个 EMI 教学，把很多国际学生邀请到东吴来，邀请到我的课堂来，让他们跟我们的学生能够互动。我的课堂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模拟的课堂。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how to do data collection. 第四代教育系教授林祖斌开设的必修课教育研究法，透早是英语教课，到下晡另外有中文的课程。就是 EMI 英文授课啊，下午就是 CMI 中文授课。因为这门课很重要，所以如果他们的研究法就必须要学好。所以如果他们自己可以选，他们自己要用哪一门授课语言来学习。现在就会让每个学系的课程架构上面都会至少有18个学分。是可以是 EMI 课程，不管是对学生或对老师，其实上都是一个蛮大的挑战。执行双语政策，教育部编31亿5800万的经费，希望大学双语的课程达到高标。2022年经出4间重点培育的大学，甲41个重点培育的学院。2024年成立3个双语标杆大学，甲18个双语标杆学院。2030年，双语标杆大学甲学院数量双倍增加。我觉得难度其实都蛮难的，因为我们要说服老师，那尤其又在你给老师没有很高的诱因的情况下，不管是国中小的老师或大学的教授，他为什么要转换他教学授课的语言？而且在大学另外会面对到的问题是，那到底哪些科系是适合，哪些科系不适合？这跟国中小一样，国中小有没有哪些领域本来就是不应该做双语教学的？就像我看国中小，我就会觉得。你国语课、国文课不用做双语啊。2022年6月，淡江大学的中文系招聘专长是文字学、混构学加声韵学的中文系老师，所要求要有全英语教课能力。教汉学说的爱讲英文，引发讨论。大学虽然授予 EMI 课程，但是它的本质上还是在传授专业的科目，不会去要求各个学校去聘大量的英语的老师。中文系的部分，那当然理论上它当然就不适合用 EMI 来做教学。教育部在大学的双语教学目标当中，是希望在2024年要有20%的大二学生修习20%的全英语课程，另外还要有1/4的大二学生必须要具备 B2 的英语能力。潘主席，大学使用英语教课比例仅那1%，参目标也个差距大窄。咱实际来到大学的校园，听看卖大学生是安怎想？英文没有到很好，所以就怕跟不上。不怎么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想要去挑战自己吧。希望会有中文的老师在旁边指导我们，毕竟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重点还是在于。就是你这门课能够学到的东西，而不是说一定要用英文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蛮没有必要的。职业上路可能会有些问题，就可能老师的英语教学能力目前没有跟上，然后就强制这样推着政策，让学生强制买单。学者烦恼，为小学到大学的双语政策会带来未当挽回副作用，甚至变成是文化灾难。现在教育部提出来这个双语政策，其实叫做全英语授课，把我们的教学改成全部用英文，那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改变。有一个朋友在高中这个教英文，所谓的英语的自优班，里面大部分学生中文都不好，能读《哈利波特》不能读武侠小说这个案例，要美国人微积分用中文来上看看，或者西班牙文，那看看他用英文学的效果好，还是用西班牙文学的效果好。这些课都在打基础的课，等到改用英文上，那要当掉更多学生。要全面的双语化，除了学校教育之外，我们整个社会环境能不能配合，这是一个问题。如果要让台湾双语化，那要改变台湾这么多个不同世代的人语言使用的习惯，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浩大的社会工程。虽然讲日本为2003年就开始英语教育的改革计划，日本人的英语又完是摆伫台湾的后壁，上接去予台湾人起来做模仿范本的香港加新加坡，学者就讲这是失败的教训案例。以全英语授课这样的一个政策，结果造成了重大的
文化灾难。1978他们做了一个报告，大半人都不可能把2种语言都学好。其实香港后来跟进了哈，出现一样的问题。新加坡1965年它独立的时候，他就把双语列为他的国策。他大概到1987年，花了22到23年的时间，才让他全国的这300多所学校双语化。其实很难3种都好的啦。香港的2文3语跟我们这边要做的也是很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大概没有办法把香港的方法或者是新加坡的方法拿来台湾做的。政府常常久久推动双语，讲加强英语能力，就是增加国际竞争力。要不过事实，敢真正是安尼？以英文的程度来讲是从印度到日本，但现在我们看到经济发展就是反过来，就英文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到2030那一天呢，距离现在只有8年了。在小4的家长他说，我的小孩现在成绩不错，将来我希望他去念台大。将来他去念台大，今天他的英文不好，他将来能念台大吗？教育界很忧心的嘛，像军备竞赛啊。语言就是从生活学起嘛，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了，不像我们那个年代不是填鸭式的，反而学得很痛苦。蛮好的，蛮好的，对啊，增加另外一种语言的接触，看可不可以提高什么兴趣之类的呀。家长对囡仔的愿望，加上学者的烦恼。2030双语政策是连接国际助力，也是加深学习差距的标准。学者推广的军备竞赛当地全大学校进行，组建的双语列车，又该将学生载去对。